用蓝牙传送档案管理资料夹，拍照的影片。选分享，再选蓝牙。另外一只手机也要打开蓝牙，然后要有配对。要做配对。配对装置。配对了呀，按那个设定的齿轮，选配对。要按打勾，怎么没有办法打勾啊？网际网络连线要打勾了没有办法打勾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已经有侦测到了，
有侦测到了，双方都有侦测到了。哎呀，不容易耶。要会设定才会好用。要是另外一只手机要按接受，你看也在跑了，也有在下载档案了，也在跑了，向下的箭头也在闪烁了，有显示正在跑了，已经正在传送档案了。还是有电脑处理比较快，反正档案都要存在电脑。用 USB， 有电脑的时候还是用 USB 比较快。